中华职棒总冠军赛拜六伫台北大巨蛋起鼓，现场4万的位拢坐甲满。不过散场的时，坐稳的电楼梯无配合管制，引起议员批评。加在大家是拢乖乖啊排队，无人相压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，有要求捷运公司爱检讨。捷运站出口有工作人员协助来指引，中捷总冠军赛首战19日台北大巨蛋热烈的登场。由中信兄弟对上统一狮队，有4万名球迷入场。不过台北市议员李明贤伫面册打出19暗时球场散场人真多相片，讲8节因应大巨蛋散场，电扶梯确实无及时管制，也是跪起来，人一直用杀落去，实在是感觉真危险。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很多人已经排队要下捷运，然后我想说，我们就不要去人挤人。刚好我们是蓝线，我就走去市政府，因为其实才差一站隔壁而已，其实我就走路去。是很多，但是没有推挤，大家秩序还蛮好的。上个月就是真的有挤，就是没办法动的情形，但这次我觉得蛮顺畅的。有球迷闪开人多所在，行到附近的捷运站，也有人讲虽然人真多，不过秩序真好，并无发生上来杀去的状况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强调，已经请捷运公司检讨，未来大型的比赛活动一定要有先来部署。我也请捷运公司来检讨，也就是未来我们在大型赛事及活动，一定是要超前部署。昨天他们确实也设了指挥中心，也加派了39个人力，短时间涌入这么多人哦，一定要提早对于包括手扶梯的管制等等。大巨蛋比赛一场煞一场，年底也举办侪场的演唱会，不过昨再发生漏水的状况。台北市体育局讲，婉容已经讲伫10月31进前会完成改善，到时阵若是议员有缺失，会依照契约每天罚10万，相关是300万块。如果在10月31号以后还发生大规模漏水事件，台北市政府将会对远雄处以重罚，每日罚款10万元，最高300万，并且会将改善漏水的绩效纳入营运绩效里面评估。体育局讲，经过保障大巨蛋场馆的安全，设施完善，合理运作入场，绝对袂让步。大巨蛋入来的各项缺失，婉容的配合度拢会纳入年度营运绩效评估的考核中，那连续2年在70分以下，会改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